香港嘅夏天真係越嚟越熱，冷氣機基本上係屋企嘅必需品，無論係個廳定係間房都唔少得一部冷氣機。而市面上冷氣機款式多到眼花繚亂，有窗口式、分體式、窗口分體式同埋移動式，究竟點揀先啱自己呢？今次我哋就綜合咗用家報告，整理咗幾個選購冷氣機嘅實用 tips 同推薦型號俾大家。開始之前記得訂閱我哋嘅 channel， 撳埋個鐘仔，有最新嘅家電介紹影片就會即刻通知翻大家。想知定頻同變頻冷氣機有咩分別，又或者窗口式同分體式點揀？我哋2024年嘅冷氣機攻略就有詳細嘅講解，右上角有連結，記得 click 入去睇啦。今次我哋會介紹6個窗口式冷氣機系列同3個分體式冷氣機系列，當中8個係變頻式，1個係定頻式，滿足唔同用家嘅需要。我哋仲特登製作咗一份2025年5大品牌冷氣機變頻定頻大比拼列表，詳細列出咗規格、遙控功能同特色。有興趣嘅觀眾歡迎喺我哋嘅 Facebook 2025年冷氣機選購攻略個 post 底下留言索取。首先，我哋一齊嚟睇下6個窗口式冷氣機系列，當中有5個係變頻式，1個係定頻式。窗口式冷氣機係香港家居嘅熱門選擇，安裝簡單又慳位。我哋就會推介格力 GWF DB 系列、格力 GWF CV 系列、惠而浦 R32 環保變頻系列、LG W3NQ 系列、日立小涼拌變頻窗口式冷氣機 CA 系列，同埋樂信 RCSUL 系列。呢5個系列嘅變頻式冷氣機高效得嚟又慳位。另外，格力 GWA 系列係定頻式，性價比相當之高，大部分嘅型號都提供咗4分3匹、1匹、1.5匹、2匹同埋2.5匹嘅選擇，部分型號仲有 WiFi 遙控功能，非常方便。首先介紹格力 GWF DB 同埋 GWF CV 系列，兩款系列都係變頻淨冷窗口式冷氣機，專為香港空間有限嘅環境設計。機身採用咗雙黑鑽散熱塗層，有效保護散熱器唔受環境污染侵蝕，唔怕日曬雨淋嘅天氣。散熱快之餘，製冷效果亦都好好，配合咗3合一抗菌過濾網，包括銀離子、兒茶素同埋防塵蟎過濾網，有效阻隔灰塵、抗菌除臭，令屋企空氣時刻都保持清新。值得一提嘅係，呢2個變頻系列嘅型號都支援 WiFi 手機遙控，方便用家隨時隨地遙距開關機同埋調校溫度。GWF DB 系列仲採用咗 R32 環保雪種，全部匹數都係1級能源效益標籤。而保養方面，2個系列都備有永久壓縮機保養，令到用家更加安心。格力 GWA 系列屬於定頻淨冷窗口式冷氣機，設計簡單實用，適合預算有限嘅用家。佢採用咗 R32 環保雪種，機身方面就配備咗 G Diamond 升級雙黑鑽塗層，有效提升散熱效果，延長機件壽命。加埋優化嘅面板設計同3合一抗菌過濾網，可以提供高效嘅氣流循環，穩定室內空氣質素。呢個系列性價比高，無論係租戶定係小型單位嘅用家都非常適合。LG W3NQ 系列就用咗雙回轉變頻壓縮機，運作穩定，同時可以節省高達70% 嘅電力，既慳電又夠凍。佢採用 R32 環保雪種，夠凍之餘都非常環保。如果開啟埋睡眠模式佢嘅噪音都只係得44 dB， 絕對唔使擔心開住冷氣機會瞓得唔好，又或者做嘢唔夠集中。佢仲有一個 ThinQ 應用程式，可以透過手機遙距操作，喺未返到屋企之前已經可以開定冷氣，返到屋企就即刻涼浸浸啦。日立小涼拌變頻窗口式冷氣機 CA 系列採用咗 All DC Inverter 變頻技術，能夠高效維持穩定室溫，既寧靜又涼爽。呢個系列嘅窗口冷氣機同時都備有銀離子抗菌空氣過濾網，有效抗菌高達99%，加埋一個獨立抽濕功能，非常之適合香港潮濕嘅天氣，令屋企時刻都保持涼爽舒適。有齊4分3匹至到2.5匹嘅選擇，無論屋企空間大小都總有一款合適。佢仲備有3年全機同埋5年壓縮機保養，仲榮獲1級能源效益標籤，慳電亦都係信心保證。惠而浦全新 R32 環保變頻系列，全部都係採用聲變頻技術，兼配備第6感自動溫測系統，可以自動調節，穩定維持特定溫度，寧靜又慳電。而最新型號都係採用 R32 環保雪種，製冷效果出色。系列仲特別備有獨立抽濕功能，即使唔係處於炎炎嘅夏日，其他日子都可以發揮作用，為家居隨時保持清爽。隨機仲配備銀離子、兒茶素同埋蟎蟲清3合一過濾網，有效過濾細菌、過敏源，效能高達95%。
所有型號都配有遙控器同可擦洗面板，加埋機身嘅藍晶型防鏽塗層，真係貼心。易打理又耐用。樂信 RCSUL 系列係變頻淨冷嘅窗口式冷氣機，其中嘅特點係樂信專利左出風設計，可以唔驚右邊嘅牆壁阻隔，實現室內冷氣更加均勻分佈，享受更佳嘅冷氣房效果。除咗左出風系列，亦都有右出風系列提供俾客人選擇。佢採用 R32環保樹種以及變頻式嘅操控，有效咁樣調節運轉功率同節省耗電量。機身特別設計咗個藍鑽散熱器，有效增強散熱效果嘅同時，亦都可以降低損耗。除咗提供穩定嘅製冷效果同抽濕效果，佢仲同時配備抗菌過濾網，可以有效抑制細菌、過濾空氣污染物。至於分體式冷氣機，我哋就會推介格力 GIM 系列、格力 GIMC 系列、日立 CWK 系列、日立 CSK 系列同埋日立 CAK 系列。佢哋全部都係變頻式冷氣機嚟嘅，適合追求高效製冷、製暖同運作寧靜嘅用家。分體式冷氣機比起窗口式冷氣機更加靜音，製冷效果亦都更加均勻，特別適合嗰啲空間比較大嘅地方長期使用。格力 GIM 系列冷暖型分體式冷氣機專為香港狹窄嘅窗台設計，室外機嘅高度只有428mm，慳位之餘又實用。呢一個系列採用咗 R410A 環保樹種，全部都係1級能源標籤，支援冷暖功能，1年4季都啱用。佢仲配備咗等離子 Cold Plasma 空氣淨化技術，有效去除空氣中嘅細菌同埋異味，而且仲有3合1過濾網，幫你時刻保持最佳嘅空氣質素。另外，佢仲有 iFeel 自動感應功能，會根據附近嘅溫度自動調節，保持環境舒適。呢個系列全部型號都達到1級能源標籤，真係慳電又高效。格力 GIMC 系列淨冷型同樣採用咗迷你室外機設計，適合只需要強勁製冷嘅用家。同樣配備高效冷卻技術同3合1過濾網，確保快速降溫嘅同時都可以保持空氣潔淨。另外值得一提嘅係佢哋嘅 Xfan 自動風乾功能，室內機響運作完之後就會進行風乾，可以防止機內潮濕，延長機件壽命。全部型號都係使用 R410A 雪種1級能源標籤，性價比同樣非常之高。日立 Frostwash 結霜淨化纖巧420變頻淨冷分體式冷氣機 CWK 系列，特有一個 Frostwash 自動清潔功能，以先結霜後融化封鎖並清潔冷氣熱交換器上積聚嘅灰塵污垢。只要一撳遙控就可以開始操作，慳返唔少清洗冷氣嘅時間，而且有效抗菌防霉除病毒，同時保持冷氣嘅性能效益，吹出嚟嘅冷氣風更涼更清新。另外，佢嘅 Stainless Clean 不鏽鋼淨化系統有效減少塵垢積聚，除菌更達99%，達至雙倍潔淨。CWK 系列室外機僅高420mm，纖巧的式，啱晒安裝喺冷氣窗台位，減少搭棚煩惱。全個系列都係使用 R32雪種，仲有1級能源標籤，慳電又環保。日立纖巧420變頻淨冷分體式冷氣機 CSK 系列同樣採用咗 Stainless Clean 不鏽鋼淨化系統，有效防污，減少塵垢積聚，除菌高達99%。4D 超闊送風功能仲可以將涼風均勻吹至屋企每一個角落。而且佢嘅室外機只係高420mm，纖巧細細嘅機身啱晒安裝喺冷氣窗台位，無論1匹定係2匹都一應俱全。日立分體式冷氣機仲備有2年全機同埋5年嘅壓縮機保用，仲榮獲1級能源標籤，夠晒慳電，亦係信心嘅保證。日立變頻淨冷分體式冷氣機 CAK 系列特有 Frostwash 結霜淨化技術，熱交換器會結霜並洗淨積聚嘅灰塵污垢，長效保持冷氣性能，同時保持潔淨。呢一個系列亦都配備 CPT 空氣過濾網，有效去除新冠病毒達99%。而佢嘅納米鈦不鏽鋼塗層前置過濾網全面咁樣覆蓋冷氣入口，防塵兼且易洗，加倍耐用。全部型號都有1級能源標籤同埋變頻技術同 R32雪種，既令環境更加舒適，同時亦都兼顧環保同埋能源效益。以上就係我哋為大家介紹嘅2025年窗口式同分體式冷氣機推薦。無論你係想要性價比高嘅定頻機，定係慳電又智能嘅變頻機，格力、惠而浦、樂信、LG 同日立呢5大品牌都有唔同系列同匹數俾你揀。記得去埋我哋 Facebook 2025年冷氣機選購攻略 post 度留言，索取我哋嘅詳細比拼列表，等我哋幫你更快咁樣揾到心水冷氣機。
如果你哋有用過呢一啲冷氣機，又或者有咩選購心得，好歡迎大家留言同我哋分享。如果覺得呢一條片有用，就記得 like 同埋訂閱我哋嘅 channel。下條片再同大家見面。